呢個單位嘅屋主2個人居住，養咗一隻貓，仲有1個工人。所以今次客飯廳嘅設計，其中一個挑戰就係劃分1個工人房。我哋將屋主中意嘅綠色運用到客飯廳嘅設計上，配襯白色、木色嘅家私，令到成個空間簡約自然，亦都別具特色。近門口嘅位置，我哋用咗一組雙面櫃劃分出工人房，櫃體連埋牆身，工人房趟門都用上鼠尾草綠色，一直延伸到開放式廚房嘅櫥櫃，增強連貫性，亦唔會令到工人房顯得突兀。廚房做咗一個弧形嘅天花，隱藏喉管之餘，亦都令到空間更加美觀。弧形嘅線條仲可以喺電視特色牆度見到，配合特色水泥油漆，令到空間更加有層次感同埋質感。主人房以白色同木色為主，分開咗睡眠區同埋書房。雖然屋主有大量嘅衣物需要收納，但係我哋都平衡返空間感同埋收納嘅需要。睡眠區我哋做咗地台，增加儲物空間；而衣櫃門我哋運用咗水紋玻璃，並且設計咗一個開放式嘅掛衣空間，實用之餘，亦都可以減輕壓迫感。